来继续来看台中51高中生坠楼死亡的案件。涉案的这个姓夏的男子，因为伪造文书，被判刑1年6个月，今仔日要开始关。早起这个姓夏的男子，比地检署指定报道的时间较晚才到位。伊过去拢是穿同一领的蓝色衫，这个是改穿黑色的外套，搁向镜头来比耶。 伫黑色帽仔穿黑衫，裸线51高中生案涉及伪造文书的黑姓查甫人，今仔日逮捕，人伫咧台中地检署。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委屈啊。黑姓查甫人即个穿插甲英国蓝色的面顶衫无同，会伫咧开工的头一日出现伫咧地检署，因为即天是依法监报道的执行日。台中高分院二审宣判黑姓查甫人因为伪造文书，裁定1年6个月徒刑。不过，依说伫咧地检指定报道的时间了后，人才出现。 51高中生案，法院认为涉案的黑姓查某人明知影偌同学将满18岁，高中拢无毕业，煞利用伊少年毋捌世事甲人性的弱点，让翠花来找伊犯案。黑姓查某人的手段已经严重侵害甲滥用民法所建立的婚姻登记制度，犯罪情节严重，针对伪造文书案裁定1年6个月有期徒刑。伊今仔日下晡会坐车法监执行。今仔日暗时，台中加港的暗顿有鸡肉地、白菜金猪肉、炒高丽菜、白饭加菜头排骨汤，这嘛是伊坐家了后的头一顿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